積金術係由 AIA MPF 贊助播出。我嘅工作係喺大學教書啊，係咪？你要教學生有獨立思考嘅能力，我哋又要去寫文章啊、做研究咁樣。我諗從呢啲方面會睇得出呢個原來自己係個思考型嘅人格咁樣咯。大學教書，個滿足感就係可以教到學生啦，同學生個關係會建立都幾好啦，有多啲空間去出下書啊，去寫作下咁樣，咁或者有寫下專欄啊、上電視啊，咁嚟到去講解一下，我覺得會俾到我多一啲教育以外嘅呢一啲咁嘅機會，令得我可以將中文語言透過呢一啲額外嘅機會，就帶俾觀眾咁樣，拉近觀眾同中文同語言之間嘅距離。我覺得呢一個係其他職業就好難揾得到嘅。強積金作為退休生活，當然係要啦，一個係好緊要嘅工具，因為有大學俾我嘅一份啊，我自己嘅供一份，咁呢個就係俾我哋都有相對嘅一啲保障咁樣啦，係。嗱，因為我係屬於思考型啦，我就好多時間放咗喺思考嗰度。反而理財咧，我就會比較懶啲啦，都係幾被動去處理佢。咁強積金咁嗰啲比例，一半穩陣，一半股票咁嗰啲。再加埋我自己喺其他嗰啲投資，希望完美啲啦，係。咁我可以將啲時間精神放喺我教書啊、研究咁各方面嗰度啦，係。因為我大部分時間都係喺教書嗰度啦，咁希望第日就做下啲顧問嘅工作啊，唔使咁辛苦啊，講下 talk 啊，咁同啲觀眾交流下，即係做呢啲咁嘅工作。博學多聞、喜歡思考嘅朋友，一般都有自己嘅見解，投資都可能一樣。而家好多強積金公司提供嘅基金，涵蓋唔同嘅區域、國家同埋種類，佢哋可按個人嘅需要建構自己嘅投資組合，但記得要考慮整體退休投資，平衡風險同埋回報。